頭先認識咗智障人士嘅特質同埋同佢哋溝通嘅技巧，而家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哋進食方面要留意嘅事項啦。不如我哋先簡介一下會內嘅餐膳系統。中心嘅餐類可以分為有骨同埋無骨正餸，有啲口肌吞嚥較弱，又或者有吞嚥困難嘅學員，有機會要食特別餐。我哋嘅特別餐分別有2cm 剪餸、1cm 嘅碎餸、0.5cm 嘅特碎餸、0.2cm 嘅免治餸同埋糊餸。喺飯方面，我哋有正飯、軟飯同埋糊飯。流質食物方面，我哋亦都有唔同嘅稀結度，根據國際吞嚥障礙飲食系統標準。流質飲品可以分為5個等級，包括係等級0稀薄清水，即係我哋平時飲開嘅普通水；而要用到凝固粉加結嘅結度就有等級1極微結，質地比較似牛奶；等級2低結度，比較似罐頭濃湯，例如係忌廉湯；等級3中結度，比較似蜜糖質地；等級4高結度，比較似希臘乳酪嘅質地。部分學員嘅餐具亦都會有特別嘅調整，去控制佢哋入口嘅份量。例如係匙羹方面，我哋會有茶匙、普通西式匙羹、湯匙、不碎羹、加粗柄匙羹等等。進飲方面，我哋有機會用到飲管、限水量杯、斜口杯等等。有關學員嘅進飲進食事項，我哋可以參照學員餐卡。除咗膳食要注意之外，我哋派發小食嘅時候都有機會要做一啲特別嘅處理。正餐嘅學員可以原塊麵包、餅乾同埋蛋糕咁上，但係剪餐或者碎餐嘅學員就要剪細，特碎同埋免治就要細碎同濕軟，即係我哋要剪碎麵包、餅乾同埋蛋糕，然後將佢哋浸水浸腍。如果學員係食糊餐，佢哋嘅小食都要係糊狀咁上。另外有啲高風險嘅食物，我哋都要特別留意，避免派發俾學員，特別係需要食特別餐或者使用凝固粉嘅學員。根據社署指引，我哋要避免供應以下種類嘅食物，包括有黏性食物，例如年糕、湯圓、月餅同埋粽；堅韌食物，例如係魷魚、堅果同埋橡皮糖等等；易鬆散嘅食物，例如係蛋撻、蛋卷、酥餅等等。亦都要留意球狀嘅食物，例如係魚蛋、提子、雲吞、笑口棗；滑溜食物就例如有啫喱、蒟蒻等等。呢啲都係需要特別處理後先可以俾學員食。此外，都要避免有骨食物，例如係魚同埋雞翼；有核嘅水果，例如係車厘子、布冧等等。最後，使用凝固粉嘅學員需要避免進食混合質地嘅食物，例如係糖水、粥、碗仔翅等等。唔同嘅學員都會有唔同嘅進食注意事項，如果有啲咩唔清楚嘅地方，可以事先諮詢中心嘅職員。讓我哋攜手去確保學員嘅進食安全，同時亦都善用唔同嘅溝通策略同我哋嘅學員溝通，一齊成為知識溝通、知識飲食嘅服務提供者，為學員提供至優質嘅服務。多謝。